今即個題目認識神，請咱來讀一節嘅經文到142章2到3節，咱做者開聲來讀。我知道你萬事都能，你的旨意不能人做。雖然無在的言語使你的旨意隱藏呢，我所說的是我不明白的，這些事太奇妙，是我不知道的。神到這個雙方燈向100來相信，帶來嘅唔是答案，只是質量傳嘅問題。借問100是何能創造甲護理宇宙萬物？如果不能，100在怎樣能夠來懷疑神通管世界嘅方式呢？控告神缺乏公正呢？萬事，這個就包括苦難，都到神智慧嘅掌管之內，認為唔應該有再生育嘅可能，就是懷疑神嘅權柄和智慧。咱總想會知可能嘅原因，但神無向100解說，受造嘅人無法理解可能，正如人無法像神般樣去創造甲護理。大特性，當人生上黑暗嘅時候一旦，我不能思考，甚至不能禱告，但是我可以成功。當100真正嘅經歷神，伊就承認神為人嘅卑微嘅無知，這正是認識神嘅起點。咱較會使理解苦難並未重要啊，較有病認識神正是至關重要。我從在荒謬有樂，現在親眼看見，這記載到第5節。這個是受造之人上蒙恩嘅時刻，因此我厭惡自己到頂頭發揮勞動懊悔。第6節，這是蒙恩嘅人對神所能做嘅上好嘅回應。請咱再來讀這50個經文142章2到3節，作者來讀。我知道你萬事都能做，你的旨意不能人做。雖然無在的言語使你的旨意隱藏呢，我所說的是我不明白的，這些事太奇妙，是我不知道的。請咱來默想這段經文，然後咱祈禱。